60分吼，无嘛要到啊，安尼就对啦。所以讲改变真济啊啦，安尼就对啦吼。所以讲有修就有改变，咱就知影写字，咱来写一寡无经济文，咱写一寡时间来助人救人，哦，来帮忙负担做人会，迄嘛是喜写，哦，会写就是得，哦会得，因为咱即世爱种善因啊，别人毋才会得到好果，咱种善就是袂晓得善因。即世的时呢，才袂当得到善果，毋通干那嫌善，看人咧住豪宅，讲迄豪宅拢困嘛，是6、7笑尔，透偌好，都输阮庄骹迄个迄个定尾的，阮定尾读册啊，佫会当运动呢。迄豪宅内底会当运动袂呢？都输咱庄骹迄种迄定尾遐大个，对毋对？豪宅毋够遐水咧，毋够遐大咧。迄是一个讲啊贵要买安尼尔，其实敢会像咱有法当带运动。爱骑脚踏车咧，会当牵引端内底耍咧，安尼拢会当咧。因为豪宅毋知了无知了呢，你知毋知？哦，啊拢困嘛，6、7笑尔，毋通嫌善啊，嫌人毋通会先啊，迄个看来讲好，人咧遐好嘢，啊为好嘢就好，为后壁就要加一字，人话要好嘢，啊就要加一死，安尼就对，好嘢死。哦，人迄种善做人呢，种善因即世得善果呢，啊咱袂晓做。咱今仔日毋则就遮尔啊困苦呢，吼！但是好佳在，佫互你偌困苦，今仔互咱找着即个源头啊，吼！咱就好好啊把好啊修，别人吼佫比因佫较好个啦，啊！虽然无遐济，毋过有为人济吼，迄千金小姐、万金小姐，跪伫遐就拜啊！有人是啊参咱光头半两天，我若毋互伊，还佫拄仔咧求呢，安尼就对啦。哦，你若毋甲因背，伊还佫拄仔甲伊讨呢，安尼，看你要互伊也毋互伊呢。就咧去甲神明安尼跪在遐呢，啊跋无杯硬咧讲咧，啊伊硬无因杯好，啊伊硬咧高声，迄阵咱就坐伫遐，你甲看啦，要甲讲个你外晓拜，你知毋知啊？坐在遐人安尼较好个就跪在，咧安尼甲恁拜，咧甲恁尊重咧，安尼无尊贵哦。上天互人的体有经，绝对足慈悲足足有够的就对啦吼。时间无，我的时间短啊尔啦吼。袂当讲上久啦吼，所以讲呢，爱始终如谈，爱始终如一啦吼。心口合中用，伊中啦吼，咱人若到中，真正做到中拢最的时呢若最精呢，就病水若精就会病啦，人若精就有语。就袂恶别讲话，水若病，水若精呢，若到互伊精，就像人咧做水病共款的，咧加水病有一条护士，啊加四角头拢有病无，甲若互迄条护士袂振动，安尼就是大家拢差不上安尼啦，加到遐，安尼就是病，伊就无振动。人若病就袂讲无恶别讲话啊，讲话吼足细致的就行去讲毋对去吼，啊人若无病呢？就病啊，好，人啊无病吼，喙就出来啊，安尼就对。啊，心若无病，就乱啊，迄就固定的吼。所以讲吼，爱做甲咱的中道啊，中道一举两端，用其中有明啊，前途光明，咱的前途非常光明，爱较拍拼的吼，引导长远啦吼，爱承担爱承担。第二呢，我的心开心啦吼。这来讲台语咧念有人时啊较歹听啦，开心啦吼，开心啦吼，追求自己的梦想，你的心欢喜，无忧无虑无烦恼，心平静来到佛坛，势必找回切主之心啦吼。从我的心爱真欢喜，开心来到佛坛爱真欢喜。对着人爱欢喜，互法拢嘛有一个欢喜，互法若见着人呢，有人时啊有适合是无适拄着呢吼，我拢会安小可甲笑一个，咪一个安尼甲舔一个头安尼啦吼，习惯了后见拄着就安尼好，安尼欢喜，但是你毋通笑甲喙齿红快吼，人有时啊讲迄白痴安尼就对了，即个才会安尼啊吼，所以讲咱着小可记一个安尼，咱大家小可记一个，迄面型就开啊，看着足好看。你若小可甲伊念两句，好，迄五行就夹得起啊，夹起来咱就知影伊咧受气。伊拢无讲话，咱就知影伊咧受气啊。迄叫做看五行五官啦吼。所以讲咱要欢喜呢，好，即个人甲补两句啊吼。
所以伊就欢喜，欢喜面容就开啦，安尼啦。哦，咱人拢是安尼，就像一个小姐咧行，你若讲好小姐，你行做好看，行袂好看，搁叫伊行看卖。伊学了我行做好看，即摆要安怎行？伊家己心有重物件子啊，即摆要行袂习惯啊，嘿，就安怎搁较好看？要搁较好看，伊真都行袂好看，变成安尼，心已经足伫啊，吼。所以讲爱追求咱自己的梦想，梦想咱家己啦吼，要来做伙，毋通干追求迄个要人比人较好个啦。你若无大力，较对你就无法度啦，吼。所以讲咱爱对咱的梦想，把日要转来遐，毋通要搁参人多遮轮回。你的心爱欢欢喜喜，无忧无虑，莫会烦恼，毋通烦恼啦吼，毋通有烦恼心，烦恼日子嘛是爱过，若烦恼若讲会解决去，我就坐早烦恼5分钟，10分钟，烦恼就无代志啊你，烦恼嘛爱面对现实啦，烦恼嘛无动用啦吼，咱人无有讲心平气和的，拢嘛有啦，有钱的烦恼，无钱嘛有无钱的痛苦的烦恼啦，个人的烦恼无共款。个人烦恼无共款啦，为做好囝是安怎伊才跳楼？伊讲太戆干的啊，伊的烦恼就参咱无共款啦，毋是伊戆啊，伊都毋知某一个所在都想袂开啊，伊毋才会安尼做啊，所以讲的是呢，咱爱心平气和啦，心平静，来到学堂爱心平气和，甲无我嘛常讲好，若来到学堂，看到兄弟姊妹的心呢，我讲吼。敢甲恁保证恁拢会成婚啊！若像恁现在的心啊，讲两句较减少看吼，较重的话吼，迄有人时啊足无欢喜嘛，喙紧解讲感谢慈悲啦，感谢慈悲啦，好，境界有够，大家拢会当忍受呢。虽然心无欢喜呢，伊嘛是足勉强的感谢慈悲呢，安尼呢，迄若出到迄个石头出去吼，哼！见八件安怎吼？有人时啊手就闭起来呢，为了就讲吼，我安尼也无送啊回，就互你安尼创啊回安尼，有人时毛病批评就产生啊，所以讲会是呢，若像大家来活动的当中，你甲看，天都开喙无32经，假使若一个有32经，我甲你保证，大家面拢活对遐去，道中太还佫有即种的，还佫有即句啊吼，安尼大家感觉好奇嘛吼。咱伫社会作时尚的，伫道中就感觉物以为贵啊，大家境界提升啊，对毋对？你哪会无拍扑啊？家己鼓励啊，恁大家提升啊，大家拢提升，恁家己毋欢喜，欢喜就爱拍扑啊，安尼毋则少啊，嘛较袂爱困，对毋对？所以讲心平气和，来到这个活动，大家拢是安尼，势必找回咱的清度之心，咱今仔拢找着啊，心拢找着啊吼。提出慈悲心，拯救可爱众生，消冤解业解命运。所以讲，咱来提出咱的慈悲心，毋是干那，毋是干那我好尔，你嘛爱好，毋是干那咱好尔，别人嘛爱好，迄就是你的慈悲心嘛。拯救可爱众生，兄弟姊妹也未得救，爱靠咱。虽然这个社会真乱，真无好做。袂堪紧，咱来做好，有人时啊看到咱的行为，人嘛会甲咱收来讲，嘛会来啦，讲句嘛会来啦吼。所以讲，咱爱有发出慈悲心，安尼才有法讲消冤解业，咱的命运嘛才会改，咱的命运嘛才会改变呢。毋是就去互看命叫做改命运呢，无若改一个命运是开要几若千呢？安尼有效无？不见得有效呢，对你做善。才有当改变着你的命运啦吼，你的命价才算袂准。有咧做善的人你的命价呢就会改变。就过去阮一个黄单主向时迄囡仔拢有去相命啦讲看啦，去讲恁遮囡仔爬去甲看看拢无一个相关到5转尔，差不多到安尼尔，读无册。差不多伊咧读上悬，差不多到迄专科安尼尔。一个迄种世家修行的世家呢，前囡仔做汉，就是贪欲事的呢，拢在修行呢，结果呢，博士啦、硕士啦、大学啦，上歹讲大学以上。